我阁讲，恁所做诶毋好，因为咱诶对着就是欺罔人诽谤，你敢毋着敬畏咱诶上帝来行嘛？第17，我甲我兄弟，我诶老母，也用钱银五谷祝福百姓。当我困恁大家，着免利息。当我困恁今仔日将因诶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厝体，甲恁所对因抽诶钱银、五谷、酒、油，每100分诶1分，拢着行伊。因讲我毋要行，无过对因好，要照你诶话行，我就叫祭司来教因咒诅，着照即个话行。请陈牧师讲道，伊诶题目是清气家己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新约的圣经内面，定定会用一项物件来形容罪，迄个物件就是假。耶稣不几啊摆有讲，着谨慎提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会假。所以当耶稣讲完安尼的话，伊学生想讲：哎呀，耶稣是咧提醒因袂当食迄个有掺假的饼。但是实际上，耶稣是咧提醒学生甲众人。就爱封闭法利赛人的教示，因为这法利赛人拢教人爱遵行律法，靠遵行律法来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但是耶稣的教示毋是安尼，耶稣讲伊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只要行伫伊这条路，就会当通往上帝遐。所以法利赛人的教示就诚做人甲上帝中间的脱界，来阻止人来亲近上帝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耶稣提醒因，就爱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假。到伫后来，保罗伊嘛用假来形容罪。譬如，伊咧讲哥林多教会有讲安尼：恁的夸口毋是好，敢毋知淡薄假会发规绳吗？旧的假着除到清，互恁成做新的绳，亲像恁是无假的。因为咱搬过节的羊羔也已经抬，就是基督。这段经文保罗直接讲，伫哥林多教会内面有罪的发生，所以保罗提醒因，就爱将这个假、这个罪剔除。若无罪会亲像假，互规团的面粉哪发哪大。当罪哪扩大，就会影响信徒，会影响教会的圣洁。但是，以色列人，因毋是逐工拢咧食无假饼尔，伫因日常的生活，因所食的，也是讲伫过五旬节，因所食的，因所献的，也是归互祭司的，拢是有饼，拢是有假的安尼的饼。但是一个节期，因会食无假饼，就是伫搬过节。这个搬过节，就是为着纪念上帝带因离开埃及的救恩。伫以色列人因伫离开埃及的时，因为时间非常的迫切，无时间伫遐等面粉发酵，所以上帝吩咐因袂当食有假的饼，爱紧紧准备来离开埃及。所以就安尼，后来以色列人因伫搬过节的时，会食无假饼来纪念上帝拯救的恩典。但是伫新约，当耶稣、当保罗用假来提醒咱着细腻。因为虽然咱做面包加迄个假入去做面包，迄个面包做起来会较松会较芳，但是嘛容易腐败。这就亲像咱的性命，拄啊陷入迄个罪恶的时，一开始咱会有罪恶感，感觉讲咱哪会当安尼咧？但是咱若阁留时间，互即个罪发酵，互罪发酵，咱就渐渐会感觉，嘛敢若无安怎嘛。就渐渐享受迄个犯罪的快乐，也真恶得对罪恶的中间来抽身。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是发生伫中建城墙过程中间的一个假。伫第1节到第6节，咱看见这以色列人因拄啊转去耶路撒冷，一切也未稳定，但是为着过生活，为着纳税和波斯王。就将家己的田园、葡萄园拢转互遮有钱的以色列人，甲因借钱，甚至还卖家己的囝儿，互遮的人来做奴仆。为什么会到遐尔啊凄惨的地步？因为遮有钱人连本带利拢要收，所以遮善车人无法度过啊。
只好卖地卖囝，但是因真正无法度，只好来到尼希米的面前来呼求。咱想看觅，离开埃及，这以色列人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团体。当因伫迦南地定居落来，当因互上帝灭亡，然后去到外邦，搁转来，其实是一群袂算少数的人。但是伫中间，这发声这有钱人，因算是少数的家。面对这少数的家，面对这有权势的官长，这贵族，这有钱人，尼希米其实伊会当暗看伊的目睭，莫甲这有钱人起冲突。同时，伊嘛会当安打这百姓的情绪，用公权力强迫因去做工。因为尼希米伊转来的任务，就是要重启这个城墙。当这个城墙起好，伊就转去波斯继续做伊的官。但是咱看见尼希米重视这个问题，因为伊知影这个代志的发生，就是有罪伫因的内面。毋过你想讲，这个官长、这个贵族因犯什么罪呢？答案就伫第7节，尼希米责备因的话，伫遐讲：恁逐人对兄弟摕利息，真奇怪。借钱互人收利息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，敢有犯罪呢？对咱现代人真正常的代志，伫以色列较无正常，因为收利息这项代志是律法禁止的代志。伫上帝所颁布的这律法有规定，而且利未记25章有讲，你的兄弟变做丧香衰退伫你遐，你着补助伊，互伊甲你相甲大。亲像外人甲寄开一样，毋通摕伊的利息，嘛毋通摕伊较低，独独着敬畏你的上帝，互你的兄弟甲你大。你借伊钱，毋通家伊摕利息；你借伊米粮，嘛毋通家伊摕较侪。上帝这条律法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只有这条律法，伫古代甲其他的国家是无共款的。根据这考古的资料，伫之前差不多2000几年的律法有讲到讲，你若借钱互人，你会当收利息；你若借伊钱，会当收差不多20%的利息；你若借伊5穀米粮，会当摕到33%的利息，将近1/3的利息。所以这伫迄当时的时代。是非常非常正常正当的代志，你借钱互人会当家收利息，但是只有上帝的律法禁止这以色列人甲因的兄弟收利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爱这以色列人遐尔啊牺牲去帮助伊的兄弟呢？摩西的话提供一个答案。伫申命记15章有讲：你若留心听上主你上帝的话。接手来行我今仔日所命令你一切的诫命，就要伫恁中间无丧香人，因为伫上主你的上帝所赏赐你做业的地，上主要大大赐福你。伫遮，上帝甲因讲，上帝是欢喜赏赐福气，互以色列百姓的上帝。对出埃及，对入迦南。这以色列人因所过每一天，拢是活活的见证，拢在见证上帝是一个慷慨赐福的上帝。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因为过去上帝的赐福，用信心来做上帝爱因做的代志。因若去帮助因中间这丧香的兄弟姊妹，较无的兄弟姊妹，伫因中间哪会有丧香人呢？敢会有需要人来甲因借钱呢？无。所以恁就要用信心来过生活，知影上帝过去安怎赐福恁，恁就安尼照常过头前的生活。所以咱真明显看到今仔日的经文，这官长、这贵族因犯的就是上帝的律法，因甲因的兄弟收利息，害因的兄弟无法度来过生活。所以当这人的哀求传到上帝，传到尼希米的耳孔。
尼希米咱看见伊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，因为伫即种重建城墙真艰苦的时代时刻，大家拢无顾家己的生活，拼命伫遐修理城墙，伫遐抵挡对敌。即时应该是互相帮衬、彼此相疼的时，但是遮有钱人竟然安尼欺负因的兄弟。各位，尼希米的生气是真正常的反应。亲像咱每一个人伫拄着咱家己认为无合理的代志的时，咱嘛会生气。但是，请咱思考，互咱生气的代志，敢一定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，也是因为咱家己的利益受到损失，咱才来生气咧？亲像顶礼拜咱看到尼希米的祈祷，伊伫伊的祈祷内面求上帝处罚临到遐对敌。但是，伊毋是为着家己的情绪伫遐来祈祷，伊是求上帝公义紧紧临到。伫圣经内面，咱会当看见另外一个人的生气，会当甲尼希米来做一个对照，就是互上帝扯去到尼尼微城，伫遐传悔改信息的先知约拿。当约拿伫遐看见全城的人拢悔改，伊竟然气噗噗，走去城外伫遐坐。伊伫遐看上帝敢会回心转意来毁灭规个尼尼微城的人。当伊坐伫遐，上帝几啊摆甲问讲：你安尼生气合理吗？你安尼生气合理吗？约拿的生气是完全为着因为伊看好戏的期待，互上帝破坏。因为伊无想到讲，上帝对尼尼微城的人竟然遐尔啊怜悯，竟然因悔改，上帝就赦免因。所以伊完全是为着家己的情绪、自私伫遐生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生气的时，虽然现代心理学拢讲咱爱接纳家己的情绪，咱爱接纳家己的生气，但是咱嘛爱紧紧提醒家己，咱即个生气敢是合理？咱来想看觅约拿的咧，即个合理是上帝的理，毋是我家己的理。若是合伫上帝的理，咱就应该出声；但是若无合是上帝的理，咱就应该冷静落来，免伫伤害家己，也免伫伤害别人。当即尼希米生气煞咧，伊开始设法来处理问题。大先尼希米将这贵族、官长、甲所有的百姓拢找来，因开一个会。伫会中，伊指出这贵族、这官长的罪，责备因讲：恁竟然为着家己来累积家己的财富，来牺牲恁的兄弟。所以咱看见尼希米真正是非常勇敢伫面对安尼的问题。因为咱来想看觅，责备人敢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？有啦，若对遐比咱较少年、无啥物资历、无啥物地位的人，要指出因的错误非常容易。但是对伫有关系的人咧，咱都会惊讲：哎呀，我若指出伊的错误，我敢会惹出搁较侪麻烦。所以有时咱会忍落来，甚至咱会选择无讲话，互咱变做是犯罪共同体的一部分。但是伫遮真特别的是，咱看见尼希米伊伫处理罪的方法，甲新约耶稣的教示敢若无共款。尼希米是将所有的人拢调来，伫所有的人的面前指出即个犯罪者的错误。但是伫新约耶稣爱咱安怎去对待犯罪，也是得罪咱的兄弟咧。伫马太福音18章第15节有讲：说使你的兄弟得罪你，就着去，敢若你甲伊伫地时指明伊的毋对。耶稣伫遮爱咱私底下，私底下毋是叫咱去烧圆啊，是爱咱先徛伫疼的立场。当然，伊若无要接受，也伊若无要承认家己的错误的时，佫另外有另外的做法。但是咱看见尼希米的做法非常无共，伊是公开伫遐来指责这以色列人因的错误。我咧想，尼希米的做法有伊的时代性，甲伊的必要性。
但是较无适用伫咱即个时代。咱宁可是用新约耶稣教示咱的方法，因为尼希米的方法有可能会带来搁较大的一个冲突甲对立。所以咱看见圣神真正伫中间伫遐来做工，伫遐来扶持。即个团体虽然有犯罪，但是上帝怜悯因，互因伫遐尔无稳定的内面，会当保持稳定，互犯罪的人愿意认罪，互受亏损的人也愿意赦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互咱一个提醒：面对人的认罪，你敢愿意赦免？你敢愿意接纳？虽然咱受调诚做基督徒，但是咱拢无完美，咱定定无说你伫遐犯罪，甚至咱互人绊倒。但是别人可能无清楚讲咱的基督教的教义是咧讲啥，但是你的言行、你的举止，有可能互因认为讲，哦，迄就是基督教哦。若是安尼，咱敢会当无谨慎咧？但是当罪恶发生的时，咱爱安怎看待？最近有一本册叫做《爱教会到底》，就是伫讲教会内部发生罪恶的时，爱安怎面对、安怎处理？是避而不谈吗？也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就好？也是我干脆就离开，眼不见为净？这本册的作者引用加里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内面，加里文有针对哥林多教会的罪来写一篇的文章，讲教会的见效代，敢是咱离开教会的理由吗？加里文安尼讲，伫哥林多教会有无少的人离开真道，因毋若犯一种罪，因是犯罪样的罪。但是圣洁的使徒有啥物反应咧？这个圣洁的使徒就是指保罗。保罗敢有放弃因？保罗敢有离开因？保罗敢有将因对基督的国度弹出去？保罗敢有救助因落地狱？无。保罗不但无安尼做，伊甚至承认并且宣告因是基督的教会，甲上帝呼召诚做圣的人。所以作者用这个加里文的这个文章来提醒咱：虽然咱是罪人，但是咱感谢上帝，伊从来毋捌因为咱的罪来放弃咱。教会犹原伫上帝的手中，伊互咱透过敬拜、透过圣礼典、透过彼此的团契，来认捌家己的真相，来看见家己的软弱。看见家己需要上帝救赎的事实。虽然教会内面的罪恶，虽然有时互咱感觉真遗憾，但是袂当成做咱离开教会的理由。因为连上帝、连使徒拢无放弃咱，咱哪有资格来彼此论断、彼此放弃咧？并且当咱愿意认罪、互相赦免，这就是上好的见证。所以，咱看见尼希米伊伫指出这人的错误了后，也爱因用敬畏上帝的态度去听兄弟。伫遮尼希米讲，阮让阮的力来赎阮的兄弟犹太人，就是已经卖互异邦的，恁竟然要卖恁的兄弟吗？也是恁要受卖互阮吗？伫遮，尼希米佫讲，恁所做的毋好。因为咱的对敌就是异邦人的诽谤，恁敢毋着敬畏咱的上帝来行吗？而且咱看见尼希米伊提起狩猎，提起奉卖，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真深刻的体会，因为这就是因的生活中间、因的性命、因的民族中间所体验到的，因受卖、因奉猎。尼希米提起这两项代志来提醒因，当初因为恁犯罪，所以上帝互咱的国家灭亡，互咱的人民受掠。但是嘛，因为上帝奇妙的恩典，透过外邦的国王，互恁会当转来耶路撒冷。若无上帝的恩典，咱绝对无法度转来。
但是一个有上帝引出的民族，若互人看见恁彼此中间是歹款待的，是无有稳定的，毋但会互外邦踢笑，并且嘛是轻看上帝稳定的行为。因为上帝既然将稳定将恁赎回，但是恁竟然用会当计算的金钱将恁的兄弟卖掉，所以尼希米爱因转来源头，就是敬畏上帝，疼人。这嘛是耶稣互咱的新的诫命。耶稣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。”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嘛相亲像，是讲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是咱个人、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毋过疼人，就是咱爱伫真实的新世界内面，甲别人的一个关系。但是疼人非常的困难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，伫甲人的关系内面，定定不时在受伤。但是上帝无爱咱闭起来，因为上帝是疼，伊疼咱，伊嘛望咱会当将即个疼去带互搁较侪人，互因知。所以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咱拢讲宣教，宣教毋是宣扬一种信念，宣教是要互忧伤的灵魂得到耶稣的医治。上帝对咱的疼是无任何条件。只要咱愿意接受，就会当得到。同款，伊嘛爱咱学习，毋是因为亲族朋友的关系，咱才对因付出疼。咱爱学习耶稣，耶稣无条件付出，耶稣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，当咱学习耶稣无条件付出的中间，虽然有可能嘛会受伤。但是，咱会当伫过程中间体会上帝的心意，因为咱看见耶稣就是安尼，耶稣会听做上好的示范。伫罗马统治以色列人的时代，有安尼一个故事：罗马皇帝有一间仓库得要修理，得要定起，所以伊就命令几个人来做伙来整理。伫遮个人整理的时，发现即个壁的壁孔有一个鸟鼠仔孔，所以因就伫鸟鼠仔孔的空喙伫遐来烧火，互烟会当浸入去，所以无偌久，鸟鼠仔一只拢走出来。这人就想讲，这鸟鼠仔应该拢走了了吧？就准备要摒扫的时，较看见两只鸟鼠仔伫孔的附近伫遐客来客去，真无容易甲走出来。但是这两个鸟鼠仔无马上逃走，反倒伫即个孔的外面，伫遮来踅来踅去，敢若要去咬对方的马溜。所以众人感觉真奇怪，就挖咧看，甲发觉讲原来其中一只鸟鼠仔是痴迷的，所以另外一只设法要互伊咬掉家己的马溜，然后带伊逃走。所以中昼休困，因咧食饭的时，因就讲到头拄仔因所看见迄两只鸟鼠仔。这人中间有一个是罗马的官长，伊就讲：我认为这两只鸟鼠仔，一个是国王，一个是伊的臣子。这众人点头，有道理哦。所以这个臣子要保护国王。另外一个犹太人讲：我认为迄两只鸟鼠仔是翁仔某的关系。众人想一下，嘛有道理呢。另外一个法利赛人讲，我认为迄两个鸟鼠仔是爸仔囝的关系，嘛补只有道理。其中有另外一个法利赛撒玛利亚人，伊就伫涂骹伫遐安静伫遐看人，问因讲：为什么这两只鸟鼠仔爱有关系咧？通常，咱是看关系来决定咱是毋是要疼迄个人。但是耶稣甲咱原本拢无关系。
伊就是愿意无条件来牺牲家己来疼咱。所以这互咱真大的提醒，特别伫即个后疫情的时代，咱搁较需要学习听的功课。前几日有一个新闻，就是一寡真富有的国家，因竟然爱弹掉1亿支1亿的疫苗，过期的疫苗。但是非洲有真侪送向的国家，因买袂起安尼的疫苗。伫这富有的国家内面，真侪是用基督教的精神伫立国的国家，但是非常可惜，因较袂记得上帝的疼，袂记得将上帝的疼分享予其他有需要的人。对尼希米时代的这有钱人来讲，利益互因袂记得兄弟中间的感情。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顾家己冷淡，嘛互咱渐渐失去迄个人性。但是耶稣亲身做安尼的示范，虽然咱会当帮助人，实际上咱互人的真少，但是一个关心、一声请安、一个代祷，对咱来讲无啥物损失，但是较会当互人带互因极大的快乐。伫今仔日经文的落尾，咱看见。这贵族、这官长，因信任家己的错误悔改，转来上帝面前，因愿意取消所有兄弟的欠债、欠孝，并且将因摕来抵挡的这抵押的这残垣、普通园，拢总还互因。我想这若毋是上帝伫中间做工，因是无可能做到安尼的地步。今仔日这段经文。伫提到因做工的时，绝对无容允有一点仔罪伫因的中间。所以尼希米伊做安尼的代志，提醒遮个人爱认罪悔改，彼此赦免，互上帝圣工无因为人的罪来受到迫害。咱伫做主的工的时，嘛是安尼，因为罪毋若是行为，有时嘛是咱内在的失措。是咱内心的骄傲、嫉妒、怨恨，这心思意念伫咱内面来作怪。这毋若是影响咱甲同工的关系，嘛妨害规个圣工的进行。所以尼希米伊看出安尼的严重性，伊无因为工程的进度来忽略这个问题，伊紧紧处理，互百姓带着清气的心来服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望咱嘛会当勇敢，互罪无搁伫信仰的团体内面发觉，无互罪来影响咱彼此的关系，嘛无互罪来阻挡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最近咱的教会伫讲建堂，我想咱真侪兄弟姊妹拢有咱的想法，咱嘛拢即个开放所有的管道，会当来彼此来沟通、来分享。总是望讲，咱伫分享的过程中间，毋通将甲我毋是共一国的安尼物件放伫我的内面，因为这就是罪。当咱容忍即个罪伫咱的内面，咱无去处理的时，有当时即个罪会伫规个圣工内面，成做即个圣工的影响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咱的迄个礼拜结束，咱了后，咱伫即个3楼的所在，二号长老会来甲咱分享伊的看法。咱嘛伫接续10:50分，咱会伫2楼的说明会，咱会拄有搁较进一步的说明。望咱有所有意见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参与，将安尼做除去，互咱的即个信仰团体会当真完整、真顺时来进行上帝的圣工。所以这是咱嘛来放一支的影片。当工尝试用真济的方法，互咱兄弟姊妹会当搁较了解咱即个建堂的安尼的事工。所以咱只是有一个3分钟的影片，咱做伙来看。在看过去我们教会的一些建堂历史记载的时候，
我觉得深深的感谢上帝，因为马街他将我们的教会设立在一个很精华的一个地带，而历届的信仰前辈，他们也很勇敢地做出了很多次的决定，以至于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教会，这么舒适的一个地方，能够在这边聚会。那对时代变迁的角度来看，我认为建堂不只代表咱勇敢面对社会甲科技生活的变化，来调整咱的宗教活动，佫较代表咱愿意将前辈所传承予咱的信仰态度甲行为，用佫较符合现代生活的方式来对外传播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建堂这项事工代表咱决志要深化咱的信仰的传承。用更较多元、更较现代化的分享方式来进行咱的服侍的事工。与其说是建堂，我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一起共同来讨论教会的使命和事工的机会。我们是希望未来建堂以后的教会是一个服务社区的教会吗？还是一个关怀老人、关怀孩童的教会，或者说是一个以宣教为主的教会，或发展音乐事工的教会？我相信轻重缓急，我们很多人一定都有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做讨论。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时机，我们可以一起参与，一起投入，我们为教会的使命动起来。咱认为，在这个时阵是登记的好时阵、好时机，大家通过啊。咱再来讨论，若是要家己起，是要起好有偌悬，这拢等甲咱正港认为咱的登记了，再来讨论，才会好。更重要的就是，我们必须是对教会的角色或是身份的一个期待。我们是不是期待这间教会，当它在建筑完成之后，能够成为不只是松山区，也是整个台北市，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宣教中心？或许，在实体上，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一个功效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网络是无远弗届的。